大家好，我是嘉辉老师，今日要来讨论一个教育议题，特殊教育咱会讲到自闭症、甲过动儿教育要安怎处理吼？当然我毋是读特殊教育，毋过我想要甲我即个教册过程得到的心得分享互大家。所以等下呢，简报内底是中文我希望讲会当较侪人来接触到。即个处理即个特殊学生即个方式第一个是过动儿因仔咧上课时阵定定拢足无专心的啦嘛最容易伫咧伊家己的位伫遐耍。我感觉囡仔拢安尼啦，你一直甲骂，你一直用骂的方式，我感觉伊会感觉足烦。其实过动儿伊就是无法度控制家己，一直动。所以伊上课状况就较无好，嘛是会互同学甲老师有一寡困扰啦需要有耐心甲伊教正确的观念甲规矩。毋过像讲我处理的方式，讲我先会糊涂真教甲伊讲袂当耍，袂当耍，袂当耍。毋过因着无法度控制所以我像讲我拢会利用影片的时间，也是讲因咧写功课时阵，甲伊讲因要耍会使，毋过细声袂当吵着别人也袂影响着全班甲老师。安尼你家互我出发，因为上课过程中，你无想要上，毋过别人想要上你若是莫影响着别人，你伫遐小可伫遐耍一下莫耍迄种危险的物件，其实老师拢会当了解啦所以这就是我对于即个过动的教育。其实我用讲的，阁是足紧，毋过你要做有耐心，你逐节课拢爱甲我讲讲好，你会当耍，毋过袂使去吵着别人也是讲用危险物件，比如讲笔笑啥物货伊若伫咧位乖乖伫遐小可耍者，其实无遐尼严重啦你着互伊耍。其实你若安尼渐渐教伊安尼。甲伊教，其实伊渐渐就会接受你的方法嘛愿意听课这是我的心得啦阁有即个自闭症的囡仔一般来讲，自闭症的囡仔有分雅斯伯格自闭。即类囡仔其实足巧，伊其实足执着执着伊教伊的物件，伊会一直讲感觉是对的，感觉活伫家己的世界所以伊甲交朋友呢即块。领域有淡薄仔困难是讲甲人交际有点仔困难，所以有当时会甲同学起冲突还是冤家因嘛毋是刁工的啦，因就是欠缺同理心所以一般来讲，老师嘛会帮忙辅导啦有时阵伊伫遐一直讲话发出声音影响同学上课即个时阵老师你是台语老师，不管你是啥物老师，台语老师、华语老师、英语拢好，你就是爱甲伊辅导当然嘛爱配合老师安尼做伙去甲讲无讲上课无法度专心，咱会当用啥物方法去解决？其实这是一个足大诶问题像讲我伫我诶台语课教会老师台语课时阵，我会甲伊讲，因着讲啥物叫做对同学同理心啥物叫做对同学同理？譬如讲大家拢咧上课你伫发出声音，安尼是毋是会吵着别人？吵着别人，有当时同学会感觉讲你为虾物一直有声音呢？可能你无法度控制即个时阵可能我就会甲全班解释讲伊毋是刁工的，因为本身的病症伊就是会安尼老师会尽量甲讲你可能会当较细声的毋过你莫影响着别人这就像讲头拄我讲着迄个过动的共款，你就是莫去影响着别人。其实你要做家己的代志，无遐尼严重无遐尼严重。我感觉伊只要愿意乖乖坐伫遐做家己的代志，其实迄无遐尼严重啦我感觉老师爱小可改变种心态，莫要求讲即种类的学生，你莫要求讲伊功课全部爱交，伊功课爱几分爱表现足好这是绝对无可能的啦所以
上课时莫吵，爱守规矩，所以老师爱做有耐心的，耐心的吼，无即类学生会调工吼，你若甲伊骂，伊就会甲你应出应止吼，甲你吵，甲你闹，莫互我上，影响着逐个吼。所以我感觉这是，对于即个自闭症的囡仔吼，咱共款嘛是爱有耐心去甲教，因为伊毋捌代志。阁有即种情形，所以咱爱搁较加倍用心去对待因啦吼。若是你有啥物问题呢，要甲家长老师讨论，也是要问我呢，你会欢迎你伫下骹留话互我，好，多谢大家。